香港國際機場的到達大廳永遠人聲嘈雜，行李箱拖過地面的聲音，航班資訊的廣播聲，久別重逢的歡呼與擁抱，交織成這座城市最尋常不過的背景音。然而這一天，一段被路人隨手拍下的短暫畫面，卻如同一顆投進平靜湖面的石子，在網路世界掀起了滔天巨浪。鏡頭裏，一名身形高瘦的少年推着行李車走出閘口，棒球帽壓得低低的，掩不住稜角分明的臉龐。他沒有像其他歸人那樣急於尋找接機的親友，而是第一時間走到一名穿着卡通圖案衛衣、紮着馬尾辮的女子面前，自然而然地伸手接過她肩上那個看起來有些重量的黑色背包，毫不猶豫地甩到自己肩上，然後才張開雙臂，將那個已經笑彎了眉眼、歲月幾乎沒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跡的女子緊緊摟住。少年微微低下頭，把下巴擱在她的肩窩，像一隻歸巢的倦鳥尋到了最安穩的依靠。這看似平常的一幕，卻讓無數隔着熒幕觀看的網友瞬間紅了眼眶，因為那對緊緊相擁的母子是張柏芝與他18歲的長子謝震軒 Lucas。 而就在 Lucas 低頭擁抱母親的那一刻，機場的直播收音意外收錄了他那句帶着幾分無奈與心痛，嗓音還在變聲期的低沉問話：媽咪，你有幾晚沒睡了？黑眼圈這麼重，剎那間，那個背負了10年神經質、撒謊精、不稱職母親罵名的張柏芝，似乎被這一句最樸素的關切，輕輕地，卻又無比堅定地洗刷了所有的冤屈。時間的指針撥回到18年前，當那個年僅23歲、剛剛憑藉《忘不了》摘下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后桂冠的女孩，毅然決然地選擇嫁給那個當時仍被視為叛逆浪子的謝霆鋒時，幾乎所有人都以為這是一段才子佳人的童話開端。婚禮上，他笑得那麼燦爛，眼裏只有對未來的無限憧憬，仿佛握住了全世界的幸福。然而童話故事總是吝嗇於描繪王子與公主婚後的柴米油鹽，現實的劇本也遠比電影情節更加殘酷。僅僅5年後，這段曾經轟動一時的婚姻便走到了盡頭，而離婚的導火索至今仍是坊間津津樂道的話題。有人歸咎於性格不合，有人則直指那場改變了許多人命運的照片事件，以及後來被媒體大肆渲染的機艙合照門。但無論真正的原因為何，當離婚協議塵埃落定，張柏芝在大眾眼中的形象便從一個無辜的受害者悄然轉變為一個充滿爭議的符號。媒體開始不遺餘力地挖掘她的黑歷史，曾經的玉女掌門人被塑造成了一個情緒不穩定、工作態度惡劣，甚至謊話連篇的問題女人。向華強夫婦的永不錄用宣言，更是將他的事業推入了谷底。一時間，忘恩負義、不知好歹的標籤如雪花般飛來。在那場聲勢浩大的輿論審判中，似乎沒有人願意停下來想一想，那個獨自帶着2個年幼兒子的單親媽媽，究竟經歷了怎樣的絕望與無助。離婚後的張柏芝選擇了一條大多數香港女星都不願走的路，將生活重心徹底轉移到家庭，尤其是2個兒子的撫養與教育上。他帶着 Lucas 和 Quintus 遠離了娛樂圈的是非中心，搬到新加坡，讓孩子們在一個相對單純的環境中成長。他不再是大銀幕上那個靈動潑辣的柳飄飄，也不再是那個在頒獎典禮上泣不成聲的影后。他變成了一個每天清晨5點起床為兒子們熬粥，風雨無阻接送他們上下學，在超市裡為了挑選一盒新鮮的雞蛋而貨比3家的普通母親。社交媒體上，他分享的不再是名牌包與紅毯照，而是兒子們的成長點滴。Lucas 畫的一幅畫， Quintus 搞怪的表情，母子3人一起在沙灘上追逐嬉戲的剪影。他的形象從光芒萬丈的明星變成了煙火氣十足的曬娃狂魔。然而，這種轉變並未能為他贏得多少同情，反而引來了更多的質疑與嘲諷。有人說他是在賣慘，利用孩子來洗白自己；有人說他精神狀態不穩定，這種非常態的生活遲早會把孩子逼瘋。甚至有人惡毒地詛咒，覺得他根本無法勝任母親這個角色。
面對鋪天蓋地的惡意，張柏芝幾乎從不正面回應，偶爾被記者拍到，她也只是低頭快步走過，用大大的墨鏡遮住半張臉，試圖將自己與那個喧囂的世界隔絕開來。她曾試圖復出，重回那片曾經讓她登頂也讓她跌落的神壇，但娛樂圈的殘酷在於，她既健忘又記仇。健忘的是她會迅速拋棄過氣的明星，記仇的是她永遠不會忘記一個人的劣跡。她在綜藝節目中的一些言行被無限放大，例如關於連續睡眠16天、越吃宵夜越瘦等言論，被網友當作笑柄，成為了撒謊精人設的又一佐證。她參與拍攝的電影關注度也大不如前，曾經的影后光環似乎已經徹底褪色。每一次她出現在公眾視野，伴隨而來的幾乎都是負面新聞：身材走樣、造型失敗、精神恍惚。她就像一個被釘在恥辱柱上的標本，供人圍觀與指點，而每一次的掙扎與反駁，都只會讓釘子釘得更深。與此同時，前夫謝霆鋒與王菲復合的新聞則佔據了娛樂頭條，兩人在鏡頭前低調而甜蜜的互動，與張柏芝孤身一人帶孩子的畫面形成了鮮明對比。輿論的天平幾乎完全傾斜，在許多人的敘事裏，謝霆鋒與王菲是歷盡千帆終於尋得真愛的傳奇，而張柏芝則成了那個礙眼的、不識趣的、被遺忘在角落裏的過客。他那句對着媒體澄清的不是情敵，沒有記恨，換來的只是更多的冷嘲熱諷，人們更願意相信這是一個怨婦口是心非的自我安慰。就在所有人都以為張柏芝會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輿論圍剿中徹底沉淪時，Lucas 長大了。那個曾經被媽媽抱在懷裏出席記者會、臉蛋圓嘟嘟的小男孩，仿佛一夜之間就抽條成了身高超過180公分的少年。他的五官像極了父親謝霆鋒年輕時的模樣，清冷而英俊，但眉眼間卻比父親多了幾分柔和與內斂。更重要的是，在母親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看似非常態的守護與陪伴下，他成長為一個極其低調、溫暖且有教養的少年。與許多熱衷於在社交媒體上曝光，甚至依靠父母名氣踏入娛樂圈的星二代不同，Lucas 的生活軌跡更像是一個普通的求學少年。他熱愛音樂，彈得一手好吉他，對電子樂有獨特的見解。有報道稱，他憑藉優異的成績拿到了頂尖學府的橄欖枝，但最終遵從內心選擇了澳洲的一所音樂學院深造。做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尤其是對於一個習慣了將一切掌控在手中的母親而言。但張柏芝最終選擇了尊重與支持，他親自飛往澳洲幫兒子佈置宿舍，甚至因為擔心學校的床墊不夠舒適，而專程跑到宜家去研究床墊的彈簧與回彈力。那張他蹲在貨架間認真挑選的背影照片，曾被網友調侃為過度保護，但如今看來，那分明是一個母親笨拙而毫無保留的愛。而真正讓所有質疑聲壓言兒子的，正是香港機場那個被意外收錄的瞬間。當 Lucas 自然地接過母親的背包，低聲詢問他的睡眠狀況時，人們才恍然驚覺，這個少年早已不是那個需要母親時時刻刻呵護的幼童，他已經長成了可以為母親分擔風雨，甚至反過來照顧母親的參天大樹。網友們開始瘋狂地尋找蛛絲馬跡，試圖拼湊出張柏芝這18年來真實的生活圖景。他們發現 Lucas 和弟弟 Quintus 被教育得極好，有教養，懂禮貌，沒有絲毫子弟的習氣。在路人的偶遇鏡頭裏， Lucas 經常主動承擔起搬運行李的任務， Quintus 也會幫着推行李車。兄弟倆對母親的保護欲幾乎是刻在骨子裏的。曾經被媒體大肆渲染的張柏芝情緒崩潰事件，如今再回看，似乎有了全新的解讀。2025年底，他被前經紀人余益興追討巨款並告上法庭。在法庭上，他一度情緒失控，稱自己2天沒睡，感覺一切都是假的。當時的報道將他描繪成一個無法控制情緒的瘋女人，但現在想來，一個長期獨自對抗世界，面對無休止官司與謠言的單身母親，在法庭那樣的高壓環境下表現出的脆弱與頑強，
又何嘗不是一種真實的人性流露？她並非完美無瑕的聖母，她有缺點，有軟肋，她會在壓力下崩潰，但她從未放棄過作為母親的責任。她曾說自己小時候父母離異，在澳洲靠吃泡麵長大，習慣了自己處理一切。或許正是這種缺乏安全感的成長經歷，讓她格外渴望家庭的溫暖，也讓她將全部的愛都投射在了兒子們身上。那個被她稱為四哥的前公公謝賢，生前曾多次公開表達對她的讚賞與愧疚。老人家看在眼裏，這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前兒媳，在離婚後依然帶着兩個孫兒定期來探望她，替她盡了本該由兒子盡的孝道。在謝賢離世後，甚至有傳聞稱他將遺產的大部分留給了兩個孫子，並交由張柏芝代管。這份沉甸甸的信任，無疑是對他這10多年付出的最大肯定。外界總喜歡將複雜的感情關係簡化為渣男惡女的狗血劇本，甚至有人將矛頭指向王菲，編造出各種聳人聽聞的陰謀論。但張柏芝本人卻極少參與這種相互指責的鬧劇。她曾明確表示，自己的生活不是為了那些人。他像一隻護仔的母獸，豎起了全身的尖刺，面對外面的狂風暴雨，卻將最柔軟、最溫暖的肚皮留給了幼仔。他用一種近乎頑固的姿態，將自己與孩子們緊緊包裹在一起，建立起一個外人難以侵入的安全區。在那些被媒體大肆報道的非常態生活的背後，是他為兒子們熬煮的每一頓飯菜，慶祝的每一次生日，輔導的每一道功課。這些瑣碎而平凡的小事，構成了 Lucas 和 Quintus 健康成長的底色，也最終凝結成了機場那個讓所有人動容的擁抱。當 Lucas 那句關切的問候穿越嘈雜的機場大廳，透過模糊的鏡頭傳達到每一個觀看者的耳中時，所有的謠言與中傷都瞬間失去了重量。曾經那些言之鑿鑿的指控，說她是不稱職的母親，說她精神狀態有問題會影響孩子，說她只是利用孩子作秀，在這對母子自然到不能再自然的互動面前，顯得如此蒼白無力。一個孩子面對母親時下意識的體貼與呵護，是任何劇本都編排不出來，任何演技都表演不出來的。那是6000多個日日夜夜的陪伴與關愛，在一個少年心中沉澱下來的本能反應。當 Lucas 毫不猶豫地接過母親的背包，當他用那雙因為長期彈奏樂器而略顯粗糙的手攬住母親的肩頭時，他用行動向全世界宣告：我的媽媽不是你們說的那樣。這無聲卻有力的反駁，比任何律師函、任何公關稿都更具殺傷力。張柏芝或許從未想過要用這10幾年的辛苦去交換大眾的一句對不起，她只是憑藉一個母親的本能去愛、去守護，卻在無意中用 Lucas 成長為一個溫暖少年的這個最完美的作品，為自己贏得了最徹底的平反。在這場漫長而殘酷的輿論戰爭中，他沒有借助任何人的力量，甚至沒有過多為自己辯解，他只是沉默地把一個孩子從嗷嗷待哺的嬰兒養成了能為他遮風擋雨的依靠，而這就是他給出最鏗鏘有力的答卷。